放映收看客家名儒學日，每日的行議新聞，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顧兆輝2月3號晏晡來到台中市石岡thị屠牛客家文化館，老鄉親共下欣賞手動戲嘅表演。該日晏晡由1814年客家戲曲劇團進線發通，得到透明團隨金萬人戲劇團。帶來西遊記文武戲經典戲出三大拍骨精，建創老業漸漸，對年他手動更新，以奉養新改傳統，第石岡老業改染出，台灣客家莊將10月辦到年年加簽，創條為龍做老業老手動戲，感謝市民庇佑，今年萬年平安順遂。手動戲唔但強係傳統技藝改染秀。未係一場傳統強強嘅文化盛會。客委會表示，手動戲撒下來為地土然、新竹、苗栗、台中、花蓮、老台東也得為所將能演出，繞牆全台鄉親羅羅輪輪共下來戲看台戲，共下非常期盼下嘅老業記憶。以上係客家名儒學人嘅報道。撒下來會教大家根本一個每日嘅行業就係。手動戲，手動戲，也出手動戲當精彩，也出手動戲當精彩。你學會嗎？下禮拜上來了。